當初唔應該救你啊！而家成班手足喺個手上，我有得揀咩？我冇得揀㗎！黑同白從來都係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今日好高興啊！韓戰千呼萬喚啊！韓戰1994之後仲有1995啦，係咪啊？導演係咪？係。阿羅文導演，你呢套戲講黑社會、警察啦，仲有 old money， 即係啲權貴，甚至亦都係將個坐標喺英國嗰邊，有去對於喺90年代嘅全盤嘅計劃。咁你當初點樣構思呢個咁複雜嘅故事結構啊？我哋諗黑道呢一個題材，我哋要點樣設定個背景？如果佢係海盜咧，因為我哋真係喺資料搜集裏邊揾到佢第一代嘅首富，原來係其中一個係海盜。咁海盜沿海嘅海盜就有啲乜嘢好出名嘅盛事咧？咁越南嘅阮氏係好出名，我哋就喺度假設。阮先生喺呢度啦。如果係同 old money 一樣，佢係喺香港開埠嘅時候已經係紮緊香港，佢一路都喺另外一個系統度去維持緊香港秩序。經過咗第三、第四代之後，終於輪到我哋1994年出現咗個女當家。咁我覺得喺呢一個，我哋覺得開始有趣啦！我哋覺得嗰個設計。1994嘅150年前，英國佬一佔領咗香港，禁制三合會及其他社團嘅法例。清廷嘅官員啦，居然提醒英國佬一件事。我有同你講啊，香港好多黑社會㗎。英國佬咧就知道啦，哇！我哋要管治呢個地方，首先要對付黑社會人。去到一個地方，先去了解佢嘅地理啦、社會經濟啦、人口分佈啦。當時咧就係大概有5000人左右啦，話香港。你可唔可以想象啊？5000人有7乘5，即係3000幾人黑社會。黑社會呢樣嘢咧係籠罩咗香港成個社會氣氛。我哋都知道喺香港中上環有間好重要嘅廟叫咩呀？文武廟。文武廟當時有2個好重要嘅華人富翁啊、富豪啊、捐助人啊，其中一個叫羅亞貴啊，本身就係黑社會大佬。咁啊，太保哥你喺入邊做阮先生嘅係咪手下？雖然你地位好高，長老。我就係佢個社團裏邊去，我哋嗰陣時係跟佢老豆嘅，就3大元老之一女當家嚟做，好似唔係幾即係心裏個女仔，但係佢又係我哋大佬嘅女嚟嘅。咁你到底撐唔撐得起呢個幫呢個會先？所以裏邊就有好多勾心鬥角嘅嘢啦。咁啊，裏邊有3大元老各懷鬼胎。都佢話我係對佢唔妥，嗰個對佢好，嗰個總之大家都為咗利益而去撐呢個幫派。好啦，咁啊，丹尼，你覺得咧自己咧做呢個阮先生，你最想做邊種嘅魅力出嚟啊？同導演一齊傾研究呢個角色嘅時候，地位越高咧，佢唔會嗰種哇，我要好多粗口爛舌啊，一定要粗粗魯魯啊。反而我哋嘅設計，佢係沉穩去處事。佢冷靜處事，佢對於敵人嘅嗰邊，佢係真係可以心狠手辣。但係佢最重要嘅，我覺得佢係非常注重佢嘅道義精神，所以佢先會某程度上欣賞 Emily，因為其實佢對於佢嘅兄弟都係好講道義。無論黑白世界。冇錯。所以啊，導演呢個，當你講話你 trace 翻揾翻個黑社會嘅歷史源頭，但係到90年代中。而且你將黑社會呢樣嘢同埋政治政界啦嘅權力啦，係香港包括警隊啦，或者英國嗰邊啦，同埋呢個商業真正嘅 old money 啦，舊錢老錢係放埋一齊。咁你點樣嚟處理呢3個唔同嘅權力集團？睇嚟好似係風馬牛不相及咁啊！4個好似唔同嘅階層，但係其實去到一個大時代之前咧。我哋呢個故仔都有一個題嘅，個題就係抉擇。3年之後就1997，係啦，因為其實呢個回歸咧，其實係由80年代開始講起㗎嘛。我哋由1980年代《忠義聲明》開始講起，咁其實香港人一路都喺度嗰個年代係
無論你有冇留意，無論你係咪有呢個觸覺，但係大家都被問啊，即係或者自己都問自己，97之後會點㗎？我哋留低定走啊？咁我哋睇到我哋就設計咗，如果係Old Money 嘅時候，佢講緊家族傳承，佢係一個咩決定？黑道嘅時候就係講緊佢哋係咪諗緊轉型？我哋應該點樣樣去迎合呢個時代？如果係一個黑道嘅 Old Money，即係話有一班舊前輩覺得我哋持之以恆都冇需要改變啦，我哋運作得好好啊！咁佢呢個就係佢同阮先生嘅角力啦。因為阮先生直情係佢爸爸佢交大郎要交呢個重任俾佢，咁佢覺得要點樣樣去繼續維持呢一個叫做社團嘅運作，佢需要有一個唔一定要同舊嘅前輩有一個相同嘅理念嘅時候，佢應該要點樣樣？剩翻嘅警隊都係一樣，面對住97嘅時候，大家嘅權力，大家去爭取嘅時候，將會有唔一樣嘅情況出現嘅時候，大家就唔知有咩唔同。咁究竟我應該係去邊一個陣營度咧？我係咪繼續服務警隊咧？呢個都係我哋主角 MB 佢而家諗緊嘅問題。咁你處理黑社會之外，你點樣處理呢個政治呢個關係咧？確實香港唔係完全嘅，咁多年嚟唔係完全好安靜平穩咁過。點解要非係1994年不可咧？咁其實咧，我哋第一集嘅最尾，當其時嘅廉政公署高級調查主任李治廷飾演嘅，佢當日去盤問行動副處長李文斌，即係梁家輝先生嘅時候，其實佢嘅對白已經講咗1995年一個非常完美臥底計劃，皇家香港警察成功瓦解一個黑社會戰鬥。當年嘅 O 記主管就係李文斌。咁我哋而家大家睇到啦，我哋嘅宣傳物料啦，我哋嘅 O 記主管少年嘅李文斌就係劉俊謙。全港最大黑社會字頭發生咗咩故事？我哋就係由1994年講起。94年咧，其實係我哋借鑑咗一單綁架案。我哋喺唔同嘅週刊啊、雜誌啊、或者係一啲坊間嘅文章啊，都會睇到某幾個富豪曾經被一個叫做賊王嘅綁架，付出咗好大嘅贖金，冇報警，然之後放翻出嚟1次、2次、3次，係啦。咁我就覺得其實呢一個綁架案咧，90年代嘅唔止一個前輩拍過㗎啦，都有起碼3部電影係講過呢個故仔。咁我哋又覺得，我哋有冇新角度去講咧？係咪淨係純粹一個綁架案咧？如果牽涉埋我哋啱啱一路話嘅嗰4大陣營嘅一個角力嘅時候，會係一個乜嘢嘅故事咧？